好，老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花开富贵哦，他说是。我看了，我说老师，这是火锅，我还在纳闷，火锅有什么好介绍？不是跟米干那落的喝啊？那个前久的观众朋友好，这一道叫做花开富贵。那其实它材料非常简单。是。那第一个只有我们这个大白菜，但是现在冬天大白菜正当季，最好吃。当丢席。过来。再来看到我们那个火锅肉片，真的你说对了。看到这2样，每个好朋友都觉得一定是把它丢进煮火锅。是吗？我就想，这个样子又长得像火锅啊，所以我刚刚一说火锅的时候，老师一定心里想说，你敢是厨娘？那你看了这个不是火锅。可是观众朋友，你看了不觉得这是火锅吗？那火锅还要看下去吗？一定要。老师说很不一样，不是火锅。这一道是每个家庭里头此生必学的。此生必学，一定要会的。好，再来这一道是高纤低热量的。你也没有让我们的家里的好朋友让你年长的父母亲要减重的朋友减重，他可以用长命百岁，健康10225。好，来，那我们第一个这个白菜呢，第一个选用什么？这里是山东的哦，那最好是选用天津大白菜，它很长。天津的比较瘦长嘛，它像名模啦。跟你赶快啦，那我是选这山东大白菜，我它做锅了哈。那我们把它洗干净以后，一页一页就把它拆开，洗干净哈。它这里面到时候有个心哈，这个心到时候你可以去做凉拌白菜心，就是那道松柏长青。哦，名字就取得很好哎，难怪我们这个大白菜哈，虽然它只是一届的白菜，但是呢，它居然可以摆在我们的故宫哦，对不对？就翠玉白菜嘛哦。就这样子来，那我们把这个肉片一片一片把它放上去。那这个肉片你可以选择，这个是猪肉片，梅花的，那你可以选择牛肉，牛肉买菜哈，那3片给它啃落去，3片放进去。那第2片这个头不能对头了，然后把它转过来。哦，为什么要转过来呢？不知道，以你美丽智慧的主持人来不知道。哇，他这个封号一过来的话，我就不知道要怎么那个了。为什么那头尾你看那黑皮该较美吗？对你讲对了，真的。真的哦，真的，我都没有做功课哦。今天哈，它这样子它的厚度会一样。那你如果全面对前面一加它高，那你吃的很有天分，那你起码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夹上来，你就吃到尾巴，你就知道头。所以这头尾是要交错，你吃起来口感才会一样。好了，过来我们就一直把它摆上去。那如果要吃素的好朋友，你可以问我嘛。你要问吃素的好朋友要加什么？如果要吃素的，还要吃素的，你要加什么哦？对，你的豆皮啊，无是啥？杏鲍菇。杏鲍菇，那个杏鲍菇要做那个像那个咱的较大地鲍鱼菇一款，菇类把它切很大片，代替我们的肉片。我刚刚那个可以煮素的，很棒。这一直把它叠，一定要学起来，你等一下会感觉到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白菜料理。它不是火锅，再跟你讲一次，它不是火锅。他一直跟我强调不是火锅，我明明就觉得它是火锅。好，等一下我们就这个答案就要分享了到底是不是火锅？那其实这个在家里都可以2个人，那个夫妻跟另外一半然后一个放肉一个碟白菜，那个感情是非常棒的。所以这一道也是增进夫妻感情的一道菜。是吗？厨房东西。那如果说真的这样你要按某应该找儿子找女儿来促进亲子感情的一道菜，它是很棒的一道菜。你也不知不觉已经堆了几层了。老师刚刚本来说叫我叠的啦，我就不想叠啦，因为呢，我在想说，哎呀，我这个芊芊玉手，我在家已经365天都在煮了，然后出来主持节目还要我帮忙的话，我说真的就故意跟老师说，老师我的手涂了粉。好，谢谢。那这样子总共几层了？6大顺6层的哈。哦，6大顺，真的是平的呀。6层，好，那这是平的。那么在上面再找一个把它覆盖起来，哈。到这边，干嘛拔起来？拔起来哦。干嘛拔起来？橡皮筋哦。我看老师这个样子，很想把它捆一捆。你锅盖帮我拿起来。那家里头有砂锅，有类似这样的锅子就可以哦。砂锅这型的哈。跟你买在你吹。可以用碗公里面蒸的，我觉得好吃哦。好，第一个我们把边边稍微修一下。哎呦，好可惜呀！这个就真的丢到火锅里面了。垫底啦。垫底啦，哦。那可惜，我本来要放旁边，你这么一讲，我赶快丢进来。老师真的是棋逢敌手了哦，今天被厨娘打败了，为什么？绝对不能浪费。是的哈。来，那我们现在这里比较困难，就要切一段一段。切一段一段的哈。那你可以帮我扶着吗？可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擦粉了，刚才有擦粉，现在没有了。我就知道老师故意要找擦的。扶着哦。好。你看这个画面多美多美。我说我们2个的画面。
观众朋友，你笑得出来吗？真的被我们蔡老师给打败了哈！哎呀，这个做料理啊，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事情，老师对不对？是的，没错。你以为厨工有做，你没加？你们帮啊，你们帮。别再帮我。会啊，你看他马上避开话题了。我问他说有没有煮给老婆吃，他马上避开说：“哎，你要扶着，不然会倒掉了。”因为这个煮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且能够为家人煮。哎，真的好特别。来，你看了各位观众朋友，所以我也要扶着，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要同心协力的哈。把它放着，慢慢的。哇，这真的不能叫火锅。我这里跟你说哈，这道是我所创造的。哎呀，出国在本册当然要发明一些东西啊，老师哈，对不对？不然你第51本书就没人要买了，因为我就把前面拿来放在后面。对。老师，你那怎样？我要那讲。哎，各位好朋友哈，你看哦，这样子哈，你真的你看嘛，这水，哎，真的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哈。那花开富贵，那中间要有一朵花哈，这个是你是一样灰啦，我们用菇。菇把它塞在这个中间。刚刚老师叫我帮忙，我说我就把这个菇塞进去就好。这个动作最重要，给你做。好，这我们最重要的把菇塞在中间哈。那这朵菇它很特别，花开富贵。这朵菇待会会为我们全球的观众朋友绽放开来，不是为我们两个，是为我们观众朋友绽放开来，很漂亮。是哦，是的。那我真的是拭目以待。今天那个我们很漂亮，那白菜比较冷，对不对？然后放点姜片。放点姜，哇。姜片把它稍微随性就好了，中和一下它那个大白菜的寒哈。我现在就很随性的哈，因为有时候做的太漂亮，跟我们观众朋友有点距离感，所以我现在很随性的。他虽然很随性的，但是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蔡老师是非常非常的盯紧呐哈。你看这个姜片呐，如果我要量的话，以我做衣服的话，这个应该是3公分。好，差不多，对。平行的。再过来哈，我们切一些蝴蝶哈，因为花开富贵。你看嘛，随便蝴蝶就来，然后又很有福气，对不对？蝴蝶象征幸福的蝴蝶哈，那你不会切没有关系，可以用模子印。那这样我们把它摆进去，现在你看，是，待会美的跟一幅画一样。就蝴蝶在花上面这样子。对，花上面要有蝴蝶。那这个时阵哈，它很简单的，只要我们的鸡高汤，过年有鸡高汤了哈，或用清水都可以。是，那我们把它倒进来哈，它不是火锅哈，各位观众朋友，它是一道菜。老师好怕人家以为它是火，一直强调它不是火锅。这个呢，第一个我们没有加到很多汤哦，它一半就好啊。那这个很棒，一定要学起来。好，你也开会，对了，开会我也一样。他们要开一边才对。为什么？当然这边要个煮法哈。好。好，来把它开这边。好了，我再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哈，这样下去煮，它可以当主食。什么呢？你可以加冬粉下去，你也可以加冬粉都可以。冬粉把它泡一泡，把它加在这里面。那你有肉可以吃的，蛋白质，那这个蔬菜有膳食纤维，那冬粉有淀粉质，所以这一锅可以吃到饱，而且也可以瘦身减重，非常好。这就不要讲了，你自己蛋也看买点好啊。那我们现在重要的步骤把它盖起来。他不想说，他就说不要讲了。真的哦，等一下你会看它慢慢的绽放开来，它是很漂亮。老师终于碰到敌手了，对不对？真的哦，那这个汤清肉嫩，汤清肉嫩，花开富贵，真的这朵花为大家绽放开来。看看，哎，真的耶，而且蝴蝶都没有飞走。是的，没错。我都很怕那个蝴蝶最后会飘来飘去的呢。哦，我今天够赞的呢。这时候再把它泡一些过年过节哈，跟你说枸杞行行的。你看煮到这种菜啊，真的会开心的哈。他煮给他的那个长辈吃啊哈，它非常棒的，而且你闻到这个什么味道？我闻到哦。我闻到猪肉的味道啊。这个叫做幸福的味道，一吃幸福就会到。你看，老师都会设陷阱让我跳下去。幸福的味道哈，那我们再加一些蒜苗、香菜，你看。老师，如果有人天天煮我讲，我老刚刚太幸福，但是我天天煮给人家吃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幸福，那我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对，没错，那你会更加的幸福。这锅端上去，我告诉你，每到那客人来都不敢先动。对。那这个怎么吃呢？就这样夹起来。它蝴蝶飞掉了。今晚给哦，它有那个厚的地方，有薄的地方。那你要问说会不会老掉？我告诉各位观众朋友，真的不会老掉，因为它夹在肉里面，所以你今天放的是牛肉也不会老掉。肉袂老去。